潘大衛再破紀錄，蔡明紹標之極光竟然冇事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。先講潘大衛，眨下眼潘大衛嚟咗香港已經差唔多4個月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初佢嚟香港嘅時候係諗住完一級賽嘅夢想，但去到今時今日騎咗101場，都仲要為幾時開齋而努力，都可以話係破盡香港嘅紀錄。即係如果你話佢騎親嘅馬都係好下風冇機會嘅，咁都仲話講得過去。但係最殺人誅心嘅係今日有2 win 嘅馬都係曾經交過俾潘大衛接手，即係話隻馬唔係完全冇機會，只係阿潘生佢完全把握唔到開齋嘅機會。我哋又睇下有邊2隻。先講第一隻常常感恩，呢一場係10月15號跑谷草1650，咁阿潘大衛就2檔起步。其實起步嘅佢雖然係有啲挨碰，但係佢出閘都算快。不過佢就冇選擇去放頭，同埋唔知佢手僵成咩事。佢亦都唔係第一次係咁，成日捉到隻馬口抹抹，好似控制唔到隻馬咁。跟住佢本身就應該可以擺前啲守個好位，又唔知點解佢跑下跑下車前倒後留下就留到去尾4，轉彎就去到5、6碟先衝。最後就完全追唔到前面嘅馬跑第9。見無情嚟嘅宇宙之光就第2位啊，第3位有貝貝龍內欄，第4灰馬就龍佑生啊，俾人頂咗喺出邊。龍澤飛區呢就跟住個第5啊，中間第6位紫色眼罩常常感恩，內欄第7仲有無極勇將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領創動力尾4係不假外求啊，以後好翻啲啦。紅帽響尾3呢就係魔法速遞啊，後邊2匹馬金德兒藍3係小神仙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都仲係見無情啊，宇宙之光跟住佢，龍澤飛區外邊要上啦，埋邊第4位有龍佑生，中間第5貝貝龍啊，攞出去外邊63係領創動力啊，咁啊見到常常感恩，亦都拱埋呢最出藍眼罩就係魔法速遞出去啊，響入邊搏位呢就無極勇將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路程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就龍澤飛區嚟嘅，緊隨其後響入邊捐上嚟有無極勇將啊，外邊追嘅馬就係魔法速遞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無極勇將一截落去就有啦，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啊3個馬位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魔法速遞啊，第3名嘅馬呢埋邊。隔咗一場，今日換艾兆麗上去，即使12檔起步都好，出閘好快嘅佢，好快就埋到去2碟，沿途都跟起前邊，入直路攞好平衡，一衝就過晒。感恩啊！最出藍衫黃帽你手進響外邊，咁啊後多層嘅馬有藤黃區啦，出邊係小王爺紅眼罩嘅，內欄淺藍袖，咁啊有呢隻呢就係銳1啦，後呢個馬匹啦，鐵甲縮龍粉紅帽就響尾5啊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有風雲啦，內欄尾3金鑽精靈啊，尾2就美神來，暫時墮後呢係嗰隻大利好運嚟噶。好啦，過晒呢個800啦，放出嚟跑嘅馬就係手進啊，咁啊貼欄尖咗個幾馬位噶啦，跟住第2位有不假外求啊，全神貫注第3盛世威風，第4、第5常常感恩，內欄第6見測精英啊，第7二搭呢有藤黃區啊，後邊嘅馬啦，內欄大約第8位到啦，淺藍袖嗰匹呢就銳1啊，跟住佢後邊中檔咗金鑽精靈啊，揈出去外邊追有粉紅帽嘅鐵甲縮龍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手進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全神貫注就已經係上嚟啦，中檔位置常常感恩亦都追，響中間有藤黃區，最出有美神來，中間係金鑽精靈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常常感恩就佔先咗噶啦，埋邊有全神貫注，中間追上嚟嘅馬有藤黃區呢，埋邊盛世威風，接近終點常常感恩贏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。如果你覺得一場未必反映到嘅話，我哋不妨再睇埋下一隻啊。咁呢一隻就係信心星，呢一場係10月12號嘅沙田草地1200米。其實方仔都算唔話得，周不時都會俾啲馬佢騎，好似星期3都有隻堅多福俾佢，不過佢又好似捉唔住隻馬咁。不過呢啲等佢走咗之後先開多條片講佢都唔遲。講翻呢一場先，咁呢一場佢9檔起步，早段跟前其實都冇咩問題。問題就係佢轉彎入直路之後，佢原本係諗住攞入邊，但係又發現入邊冇位，又拉翻出去。而佢又起隻馬未完全攞好平衡嘅時候，已經不斷係咁推騎，去到最後250米左右先完全攞好晒個平衡。其實佢末段都展現到一個唔錯嘅衝勢，但係已經追唔切前面嘅馬，跑過第6翻嚟。仲有
一個馬位優勢喎，見到外馬線追緊啦，好有心得，外邊上緊啦，咁啊中內檔嘅馬仲有信心升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咧就冇林密馬，最出嗰邊仲有隻風在起時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咁啊外馬線中間佔先，外邊追佢嘅馬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，出邊上緊嚟風在起時，入邊水晶酒杯，終點前嗰步好有心得，終點前將外。咁呢隻信心星又係隔咗一場，喺今日換咗幾人安上去，同樣地都係跟前，轉彎二跌入直路，幾人安好快已經攞好平衡，一衝就已經過晒其他馬。攞出去外邊有華麗再勝嗰啲馬，最後直路啦，外馬線呢仲係佔先嘅，天天同樂就追佢啦。再見到中間位置有信心星啦，外邊嘅魔術控制啦，再後一層嘅馬有翠紅笑傲江湖，外邊嘅標誌星河最出仲有真心傳奇啊！最後100零米信心星響中檔透出啊，外邊魔術控制追佢，埋邊位置仲有天天同樂，中間翠紅同埋笑傲江湖一齊爭緊威，出邊標誌星河接近終點，信心星贏啊，跑第2名魔術控制。咁今日潘大衛就俾人連爆2個樽。唔知大家覺得佢走之前仲可唔可以成功開齋呢？因為以佢而家嘅支持同埋啲馬嘅質素，都可以話好唔樂觀。平均一日得2-3隻馬，仲要有時啲馬都係偏下風嘅。不過佢咁樣騎馬法，除非俾隻馬王嘉應高升佢，如果唔係，我諗佢騎咩都有可能輸。再講蔡明少，佢今日騎第8場嘅標之極光，入閘前有603萬嘅獨贏飛。一注就將佢打咗落去變次熱門，最尾係3.9倍開跑，唔知係咪咁？蔡明少好似下定咗某種決心咁，一定要贏，唔贏唔得咁。事關佢轉彎嘅時候，我當時睇佢一下就撞咗出嚟，跟住就連消帶打，中城名區為咗避開佢，一推就推咗天星同埋新力驕出去，歲歲有福都係因為咁而要立避，搞到隻馬係 upset 咗。其實天星之後撲翻上嚟個勢都唔錯，如果唔係因為俾蔡明少咁樣推一推，勝負係真係未知之數。正當大家喺度討論緊究竟佢係咪打矛波或者要罰幾多日嘅時候，賽後報告一出，蔡明少最後係冇事。咁我哋或者又睇下賽後報告講咗啲乜。咁蔡明少就話坐騎喺途中就搶口，佢要收慢避開前面嗰隻連連風雨。佢話因為太接近，所以坐騎就失蹄向外斜跑，跟住就搞到好似保齡球咁啦。咁小組聽完呢，就淨係作出咗一個警告，係完全冇罰嘅。咁聽到呢度，我唔知你哋覺得合唔合理啦。但係我覺得聽完佢嘅口供，的確隻馬係失蹄嘅，亦都睇到，但係都係因為佢自己所講太接近前面隻馬而搞到咁。因為其實都真係好危險。好彩後面或者隔籬啲馬收得切，如果唔係真係可能搞到其他人要落樓，不小心拆騎呢個就一定噶啦。一開始我以為點都會罰1-2日，點知最後原來警告就算。唔知你哋又點睇？你覺得蔡明少應唔應該罰？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